繼續來看，民眾黨的立委李正秀日前開直播，講高虹安甲郭文摕收700萬，奉送民眾黨的中評會來處理。啊，講有中評委要求李正秀主動來請辭，結果李正秀嗆講無可能，講若甲除名，伊會去法院提出着訴訟。另外，民眾黨苗栗縣黨部的主委賴香伶嘛公開來表示，希望李正秀愛知影真諦。對，改書面資訊。裡邊佫出現對空氣質詢的畫面，民眾黨中配立委李正秀決定改用書面的質詢，因為最近事件的爭議真多，風聲講這是民眾黨團要求的。今天只是照黨的程序來做一個說明而已，哈，沒有任何的那個其他的事情。之前李正秀因為直播證詞激動講，新竹市長高虹安替創黨主席郭文摕700萬被移送中評會調查。經過了解，30個中評會有中評委要求李正秀提出真諦，不過李正秀敢若是聽無真，一直到第2位中評委明白表示講，你敢會當家己辭職？告發內政部長劉世芳瀆職後順勢下台，莫造成大家困擾。和李正秀真不滿，嗆講無可能，我即馬唔是辭職的時陣。唔那安尼爾，李正秀佫講。伊並過黨內紀律評議裁決的準則，上嚴重干會當停權，若是直接除名，伊要去法院告。面對李正秀拒絕司立委的態度，這堅定，最後中評會只好後改再個討論。可能要另外找時間，或是大家當天沒有討論出，因為有些法條要適用方面要再考量。台灣民眾黨就照制度來，柯主席講話，大家都會很尊重啊，都會聽啊。伊捌講，除非郭文摕叫伊退，若無會做滿2當。毋過李正秀為國籍問題，閣到言論爭議，嘛和民眾黨創黨元老賴香伶大聲發表不滿，認為李正秀的言行已經當上黨的誠信，造成基層的不滿，根本無達到不分區立委的標準。希望李正秀以黨的生存為念，主動辭職，並且配合調查。他所說的其實是非常多的黨員大家共同的心聲。對，一定要謹言慎行。對，我覺得對啊，說得對。李正秀為國籍爭議到直播失言，黨內要求伊辭職的聲音是愈來愈多。這個制度甲觀感的問題，民眾黨要安怎準則，嘛看郭文摕要安怎指揮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